选调，之水为上摇花的山，之水为徛伫以性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，心清洁，存心无虚假，咒抓无奸鬼的人，这号人要得到摇花祝福，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。下底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。咱们做三个来祈祷。Kadosh, Kadosh, Kadosh, Adonai, Tzabaoth. Adonai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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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nai Tzabaoth. Kadosh, Kadosh, Adonai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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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nai Tzabaoth.全能主宾，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我知影，伫我的故乡台湾的社会，一向拢是非常的重视旧历的过年，和全家大细拢会当团圆做伙来享受。丰盛的一顿围炉团圆饭，长辈因会分红包，行岁前互这个时势，因日时间
16年的11章有记载讲，你要将性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。箴言第10章22節講，耶和華所賜的福，予人富足，比無溪上有雲。耶穌書嘛有記載講，要孝敬父母，予你得福，在世間長退壽。大家的聖經在攏是上帝的應允。特別是佇這個過年的季節，對全家的人的一個勸勉，就阮去遵守。虎年龍福是必然的，總是佇過年過節的時，面對着豐盛這個山珍海味，阮飲食愛有節制，唔通放縱阮的私欲，大食大啉。所以找出这个毛病来，因为咱的身躯乃是上帝的圣殿，互咱健康的身躯来侍奉上帝。但现在我要继续为着咱所徛起的这个美国以及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主你来差派天使天军来固守阮所徛起的这个土地的顶面。拢无受到撒旦魔鬼的搅扰，求你来帮助阮，来阻止一切伤害阮百姓这个恶势力。然后目前这个病毒会当早期的去控制落来，通互阮会当重新倒转去过去阮熟悉的生活这个环境的内面。因为病毒的影响，已经互人类彼此中间的这个互动彻底疏远了，这实在是有够样厉害。但最近伫北美，这个地区常常有亚洲人无缘无故会受到游民这个攻击，理由就是因无欢喜亚洲人的这个面貌。莫名其妙将人来杀落去月台，来受到火车的教死。还有亚洲人的这个长辈，行路去买这个报纸尔定，伫街头也互黑人用这个乱枪活活给拍死。最近嘛有看到因伫食这个少年夜饭的时，歹人拿枪装入去伊的厝体。害死一个人，并且伤了其他的花人。所以伫这个风声鹤唳，人差不多拢爱准备枪来自保的时候，但这个原本是自由的美国，现在竟然变做一个互人无安心的所在。恳求天父上帝来怜悯。但今日已经是旧历的新年的这个初六。伫这个初五过几，一面就已经开始开工了。我们要感谢爸上帝，守助阮新的这个一年就是虎年。但愿上帝守助所有的百姓，虎年来得福，有新的愿望，继续用着稳定做阮年当的免流，阮新的一年的路径拢有油得滴。有上帝的祝福，互全世界的病毒疫情较早一点啦受控制落来，互全世界会当有正常这个生活。今仔日我开始办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你、保罗你，为着主来怜悯阮。互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、士大、兄姐。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接做上帝要侍奉的这个管道。现在恳求主你，先来牵起罗布的嘴，圣时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蒙恩一个主日。我们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
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9节。第7节，为着要互我袂因为得到真济特别的启示来过头骄傲，伫我的身躯有一支刺，亲像撒旦的树架，得甲我拍，免得我过头骄傲。为着这项代志，我捌3摆恳求主，互迄支刺离开我。上帝应讲：我的恩典够掠你用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会当完全发挥。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的心上。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第4节。第2节，兄弟姊妹，恁拄着种种的试探的时，拢着家己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，因为我知恁的信仰经过考验，会产生忍耐，着忍耐到底，才会当互恁达到十全十美，无啥物欠缺。这是上帝的话，你若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学咯。耶和华唱新的歌，来到上帝这大前。那么，伫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要做伙来到上帝这大前，上帝来唱新歌，来敬拜落伊。阿免。哪里如我，那咿呀那呀呵，哪里如我，那咿呀那呀嘿。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耶和华唱歌。保罗伊的名，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万邦中宣扬伊的荣光，伫万民中宣讲伊的奇事。因耶和华做大，着受极大的恶路，伊伫万神顶悬，着受敬畏。恁着来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。保罗伊的名，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万邦中宣扬伊的荣光，伫万民中宣讲伊的奇事。因耶和华做大，着受极大的恶路，伊伫万神顶悬。着受敬畏，愿就来到上帝这大前，到阮所听上帝的面前。上帝，阮上帝，
愿要带去无落里，上帝愿上帝，愿要带去无落里，愿就来到上帝一大前，在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愿上帝，愿要带去无落里。上帝愿上帝，愿要带去波罗尼。你着咱黄也好花唱新歌，全着拢着黄也好花唱歌，好花唱歌。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伊万邦中宣扬伊的荣光，伊万民中宣讲伊的意思，伊也好化做大，着受极大的恶路，伊万心顶冠。受敬畏，你着来黄也好花唱新歌，全地拢着黄也好花唱歌，黄也好花唱歌。报道伊的名，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伊万邦中宣扬。万民中宣讲伊的意思，伊也好化做大，着受极大的恶路，伊万心顶冠，着受敬畏。愿就来到上帝的大前，到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愿上帝，愿要带去无落里，上帝愿上帝，愿要带去无落里，愿就来到上帝一大前，在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愿上帝。愿要带去无落里，上帝愿上帝，愿要带去无落里。你着咱黄也好花唱新歌，全地拢着黄也好花唱歌。好花唱歌，报道伊的名，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伊万邦中宣扬伊的荣光，伊万民中宣讲伊的意思，伊也好化做大，着受极大的恶路。万心顶冠，着受敬畏。你着来黄也好花唱新歌，全地拢着黄也好花唱歌，黄也好花唱歌。报道伊的名，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万邦中宣扬伊的荣光，伊万民中宣讲伊的意思，伊也好化做大，着受极大的恶路，伊万心顶冠，着受敬畏。愿就来到上
帝的大情，到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，阮就来到上帝一大情。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。你着来不要。好花唱新歌，绝对拢着不要好花唱歌，不要好花唱歌。我拢伊的名，伊的名，伊的传播伊的救恩，伊的传播伊的救恩。一般当中宣讲伊的救恩，一般民众宣讲伊的意思。花最大，着受极大的侮辱，伊万心顶悬，着受敬畏。你着来不要好唱新歌，全部拢着不要好花唱歌，不要好花唱歌。找到伊的名，伊的名。传播伊的救恩，一传播伊的救恩。一般民众宣讲伊的救恩，一般民众宣讲伊的意思，伊也好花最大，伊种极大的侮辱，伊万心顶悬，着受敬畏。到上帝的大情，到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，阮就来到上帝一大情。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，上帝阮上帝，阮要带去普罗里。好花唱新歌，绝对拢着不要好花唱歌，不要好花唱歌。我拢伊的名，伊的名，伊传播伊的救恩，伊传播伊的救恩。一般当中宣讲伊的救恩，一般民众宣讲伊的意思。花最大，着受极大的侮辱，伊万心顶悬，着受敬畏。你着来不要好花唱新歌，全部拢着不要好花唱歌，不要好花唱歌。找到伊的名，伊的名。当中宣讲伊的真情，一般民众宣讲伊的意思，也好花最大，伊种极大的侮辱，伊万心顶悬，着受敬。
我要搬去部落里，上帝愿上帝，我要搬去部落里，愿酒来到上帝一碗前，听阮所听上帝的美情，上帝愿上帝，我要搬去部落里。上帝，我要带去部落里。各位乡亲、时代、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新年恭喜！这个新正初一。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总是袂当否认的。伫这个新的一年，确实充满着各种的这个变数。如果用现今的这个处境来讲，最互人担心的就是这个疫情的发展。那么对教会来讲，对这个无法度来礼拜聚会，到底采取这个防疫这个措施以后，也搁再恢复。这个聚会，出现伫咱上帝厝内的情形是安尼生的，因为出现的人数大量的减少了，自即个疫情也淡薄仔较冷淡。希伯来人书的作者劝勉咱讲，恁毋通停止聚会，亲像遐个停止习惯的人，颠倒都爱彼此相劝勉。既然知影遐个日子接近，就搁较着安尼生的。那么已经习惯停止聚会这个信徒，应该就爱回想，是对当时开始来停止这个聚会，并且爱去敲找迄个起初参与的这个聚会敬拜上帝这个热情来，就是请咱去追找这个起初的疼。一个笔名叫做行灵主吼，行灵主这个信灵子，已经是过身真出名，这个身躯残障的这个作家做老杰刘霞。伊12岁的时阵，因为身躯患着这个类风湿性的这个关节炎，这类风湿性的这个关节炎，伊的骹手拢肿佮疼。大大影响到伊的生活品质，总是伊确实因着信仰，体验到生命这个价值甲尊贵，所以来改变着伊对生命这个看法。伊身躯顶的这支刺，就叫做伊家己以及别人这个祝福。所以伊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伊讲每一支刺，拢总有伊的一个故事存在。伊用着家己的这个亲身的体验讲，有真侪时阵，咱身躯顶也有即款的一支刺，兼在咱的身躯这个刺是咱的破病，咱的伤痛，也是讲咱家庭的变卦不幸，也是伫感情上这个挫折，也是这个事业上这个打击，这个刺真痛真痛，总是呢，只要咱去接纳伊。并且亲像保罗迄款来学习感谢，来拍开咱的心中的门，咱上次去听内心的心主，这个细微细的声音，一定会听到这个刺在甲咱讲一寡什么款的代志。所以一支刺，毋管是插伫倒一个部分，都会引起咱身躯的这个痛痛的。咱会毋茫会当将即款的刺，甲伊背出来。我若常常手无对入去插到这个刺眼时，我就赶紧用针要甲伊拗出来，甲伊背出来。因为迄个刺真艰苦真痛，咱咧想办法要甲伊背出来。保罗先生身躯顶有一支刺，希望伊捌替真侪人祈祷，拢总真有效果。总是呢，伊为着家己身躯顶即支刺。
伊祈祷3遍，却拢无互上帝应允的。圣经讲，因为上帝互保罗真侪只文士，佫担心伊的骄傲，就佫甲伊加一支刺来平衡这个优点，互伊无法度去骄傲。伫圣经内面，刺常常被譬如做只遐个会带来麻烦甲伤害的人，实在是代志的。保罗家己身躯顶的这支刺，这支刺真可能是伫指这个假使徒甲其他反对保罗的人，这些人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，并且对伊的工作顶悬有真侪这批评。那么，这支刺是什么人予伊的呢？是上帝予伊的呢？还是魔鬼予伊的呢？其实拢对。上帝对保罗讲：“我会恩典教育你，因为你得到启示过头的权，我惊你骄傲，所以我予你一支刺。所以这支刺是上帝予伊的。毋过呢，保罗佫马上讲，所以有一支刺加伫我的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这个邪恶，却攻击我，免得我过头的自高。所以这支刺是上帝的礼物，嘛是撒旦的攻击。所以同样代志，撒旦要毁灭咱，互咱经过即款的挫折以后，咱变个内心的这个苦毒，总是上帝确实互咱变甲更较好，更较成熟。撒旦希望保罗因着安尼心来救命上帝，总是上帝却爱保罗因着这支刺，更加来亲近伊。保罗为着这支刺，捌3摆对上帝祈祷，所以人伫苦难中为一天3摆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。所以苦难其中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互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来求讨、来祈祷的。你已经走投无路咯，只会通更较迫切来到上帝面前，求天父上帝的帮助，你就甲主更较亲密。所以上帝讲，这支刺毋通耍走，安尼你才通领受到教界恩典。他这内面有2类的这个恩典。一开始，保罗受到上帝真大的这个恩典，伊拥有真侪只文士，这是第一类的这个文士，这是真可惜的。撒旦就是因为安尼先来对落的。撒旦伫正天才中间领受到上界多的这个恩典，上帝嘛予伊真侪能力，什么拢是排第一的，所以撒旦就变到真骄傲，反正是要争做上帝。伊毋甘愿只有做天才尔定。那么保罗嘛，真有可能会变做撒旦的关系，因为上帝互保罗有真侪只文士，无人通比的。所以上帝要为着要保护着这个保罗，无互伊因为第一类的这个文士，就叫做撒旦，就互伊第二类的这个文士，就是互伊袂骄傲的这个文士。这就是这支刺的目的。所以第一类的文士，互伊真有能力，通去侍奉、去服侍；第二类的文士，就是互伊软弱，互伊无能力，袂当去服侍，所以伊就被平衡落来。那么保罗经历到，就是我有软弱，我有问题，是上帝怜悯我，互我更较通服侍伊。伫即款的情形下面，边仔人所看到，毋是保罗偌厉害，乃是上帝的能力。你是毋是捌看过？出世以来就无骹无手的这尼克，这个尼克这个兄弟，伊啥物话拢毋免讲，伊只有现身徛伫这个讲台顶面，下面这个台下这个学生看到伊，就啥物话拢讲袂出来，只有所剩到这个戆影，佮震撼。所以尼克伊的见证，毋是伊家己的能力外口，乃是伊的软弱，伊是无骹无手的人。那么这支刺，互保罗带来真侪痛苦甲无方便，伊捌3摆求主，
来刷走这支刺，就是主无将伊背出来。主咱是讲，我的稳定交给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然完全的。所以直接甲咱讲，当咱咧祈祷上帝回答无一定讲好啦，我甲你提走啦，无一定。有时阵上帝回答说 no， 袂当，也是讲等一下就拄仔定。也是亲像保罗所得到的这个答案，讲我的稳定交给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出这个完全的。那么这个刺是甚物病？圣经并无清楚的说明，虽然有各种的这个解释，总是上帝替伊解决的方法是上界水的。上帝派一个随身的这个医生给伊，什么人呢？就是路加医生嘛。那么这个刺有什么款的利益呢？有咯，大有利益。这个刺叫保罗袂去得意忘形、得意忘形，也袂去偏离这个真理的。这个是嘛，装备了保罗用家己的经历来帮助伫痛苦失志的人。这个是叫保罗专心来挖靠主的稳定。有真侪时阵，咱无法度挖靠主，却是挖靠家己的。主就用这个刺叫咱来专心来挖靠伊。咱若是无去求主，咱通去求主吼，去拄起这个刺，所以咱毋通强求。保罗嘛求3摆过，才是主认为这个刺留伫伊的身躯顶有好处的，所以就无应允伊的要求，所以呢，保罗就无搁再强求了。咱每一个人拢毋爱软弱的，所以主讲，我的能力伫人的软者顶面来显出这个完全的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有这个时阵，你怨恨你家己的软者。所以主却欢喜你的软者呢？主毋是爱你欢喜你去犯罪，主所爱的是因着你认捌家己的软者，就要来挖靠主。一个袂通软者的人，是一个无要挖靠主的人；一个毋捌家己软者的人，是一个袂通活伫上帝面前的人。一个活伫上帝面前的人，伫这个人的身躯顶，总会有一个软者存在的。咱啥时感觉到家己是袂歹，咱就爱注意咯，因为咱就有可能已经是接近要跋倒的这个边界咯。所以一个袂晓软弱的人，可能有真侪记忆，真侪拍算。这个人欠缺软者，也必定会完全，必定会欠缺挖靠主的心。一个真正跟对主的人，一定要爱宝贝主所让予伊一个软者。这毋是咧指咱的犯罪跋倒，也是讲做去得罪上帝的代志，毋是这，乃是这人有这种的情形。譬如讲，或是咱某种的这个限制，也是某种的痛苦甲病痛，所以咱就爱提醒伊，无基督就活袂落去，无基督就袂当活伫上帝面前。无基督，咱就袂当服侍教会。一个人会当服侍主、服侍上帝、侍奉教会，必定有一个伫软弱的中间来挖靠主的人。基督徒是伫这个苦难中经历到主稳定、教会稳定，但是主是伫人的软弱顶悬，完全显明伊的能力。可见呢，苦难是主互咱另外一个形态，这个祝福。若是咱夸靠家己的这个软弱，就是要摕到主完全能力这个丰盛。所以，咱上大的痛苦，毋是伫苦难本身顶面，但是咱伫苦难中却毋甘愿、毋肯顺服。所以，当咱完全降服、顺坦伫上帝为着咱安排的一切，那么上帝的稳定就要带领咱进入伊的安息。
上帝的能力就要来遮砍着咱就要活伫上帝恩典中间。那么，今日伫咱身躯顶的刺到底是啥物？咱每一个人的活命中，甲保罗同款，咱的身躯顶拢有一支刺，经常互咱的身躯不止痛苦。代表这支刺是伫咱的生理顶悬，还是伫咱心理顶悬？嘛有真有可能是伫外在所加互咱的。咱相信，患难虽然是咱真强的这个对敌，也是帮助咱有利的这个朋友呢。所以无论秘伫咱身躯顶的是甚物款的刺，所带互咱的是什物款的痛苦，这是伫背后往往是稳住着上帝特别的这个祝福，因为上帝常常透过咱身躯顶的这个苦难来启示上帝伊家己。所以伫这个雅各书第1章20到第40，甲咱讲哦，讲我的兄弟啊，你落伫百般的试炼中，拢要认为大喜乐，因为知影恁的这个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出这个吞忍，所以吞忍也特别成功，互恁成全完备，拢无欠过。互咱真正做明示痛苦的这支刺，往往是互人转变骄傲做谦卑，转变这个咒诅做祝福，转变这个歹运成做稳定的提醒，甲原动力。阿们。咱即条要来吟回应诗歌，保护以色列的无拄面，嘛无困气。那么咱今日这个主题就是一支刺。咱每一个人虽望咱的身躯顶拢会有一支刺存在，总是这拢是上帝互咱的这个稳定。咱就亲像这个汽车的这个 brake， 这个刹车吼，刹车打档啊，会当帮助咱来减速，转变咱的骄傲变做这个谦卑，转变这个咒诅变做祝福，转变这个歹运叫做稳定的提醒甲动力。阿们。咱即条要用这首诗歌来做咱今日的回应诗歌。阿们。以色列也无拄面，也无困去，保护以色列也无拄面，也无困去。以色列也无拄面，也无困去，保护以色列也无拄面，也无困去，以色列。山野望，伊的帮暂时对打落来，对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以色列免山野。是对打落来，对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即使太阳伊无上帝，面是
你，耶和华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日是太阳伊无伤你，暝是月亮无害你，日出日入伊保护你，对大地高远我。以色列免黄山野望，你的帮才是对大落来。上帝阿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免黄山野望，你的帮暂时对大落来。对做天地上帝阿来。伊的名是耶和华，日是太阳伊无伤你，暝是月亮无害你，耶和华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日是太阳伊无伤你，暝是月亮无害你，日出日入伊保护你，对达到遥远我。以色列免黄山野望，你的帮才是对达落来。上帝阿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。以色列也无主兵，也无困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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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色列。上帝阿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免黄山野望，伊的帮才是对达落来。对做天地上帝阿来。伊的名是耶和华，日是太阳伊无伤你，暝是月亮
野望，你的帮，才随打落来。对，做天地上帝阿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。
出你日已不好你，对当到遥远我，与谁人被双脚跑，也罢，这是最大的来。兄弟呀来，你表示呀哦话，你也表示呀哦话，你也表示呀哦话，你也表示呀哦话。在这点当心上界的祈祷，真阿爸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0到第9节，雅各书第1章20到第4节，阮做伙来思想，这支刺对今日的信息中间，互阮知影，阮每一个人的活命中，甲保罗同款，身躯顶的话有一支刺。那么这个刺经常伫阮的身躯非常的痛苦。现在这支刺伫阮的生理上，也可能伫阮的心理的内面，嘛真有可能是伫外在所下予阮的。但阮相信。患难虽然是真强的这个对象，但是帮助阮有利的朋友，无论藏伫阮身躯顶什么款的刺，所带来这个痛苦如何，就是也背后往往稳重着上帝特别的祝福，因为上帝会常常透过人身躯顶的这个苦难来启示伊家己。圣经雅各书第1章20到第4节，甲咱讲：我的兄弟啊，恁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拢爱认为是大喜乐，因为知影恁的信心是经过试炼的，就要生出吞忍，就是吞忍也着成功，互恁成全完备，拢无欠过。互咱清楚的明示。痛苦的这支刺，往往是互咱转变骄傲做谦卑，也准备救抓，才做祝福，也准备这个歹运，才做稳定的提醒甲原动力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完全多谢你，互阮每一个人有真侪这稳定，在阮的生命中，嘛有真侪这个难题。阮常常甲保罗同款，希望你将这个难题甲刷走，互阮这稳定真正来发挥。就是如果即款互阮骄傲的时，阮唔爱去祈祷的时，就要将这个阳光归互家己的时，主啊，若是安尼，阮愿意接受这支刺，来帮助阮，会通搁较做这个亲近你。求主，互阮会晓谦卑，互阮将阳光归伫主你的名下面，并且来帮助阮伫困难中无法度来刷走的时，阮拢总无灰心，阮嘛无失志，会当坚持搁较深来倚靠你，向主你的名受有够个稳定。但阮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那么这个时阵，老师要甲恁祝祷，
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，最后所基督稳定，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见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真系用真时大。咱今日这个网络礼拜，到这就过一段落。但是毋茫后回同一个时阵，咱伫空中相共的见面。愿天父上帝赐福保护你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孝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孝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名我予伊的面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背后地欢喜的面看你。